新车市来看桃园的观音工业区哦，早暗咧修路，可能是去挖到会烧起来的气体管线，所以这台工程车随导火烧起来。车内有一个驾驶未负责任，不幸过往。劳检处今仔早起嘛去现场了解，认定讲这头家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的规定，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咯。 规台车烧甲乌麻麻，因看出火势真猛。13暗时，桃园市观音工业区国隧道咧进行道路铲除公用工程，疑似挖到会多气体管线，造成规台车一年冒到陷入火海。57岁姓苏的驾驶被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。不晓得是不是挖到什么管线，这样气很大声，蛮大声的，因为一直泄气很大声。 出来的时候火还很旺嘛，很大。对啊，很大。我们到场后知道有一名员工失联，他因为现场已经全面燃烧，那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明显死亡，在铺路机的旁边。 劳检处甲其他相关单位14透早也到现场，初步调查，签路过程当中无设置误判上诉输送管，致使后续发生大火，一名劳工当场未负逃生，发生死亡职业灾害。一般像这种重大的会造成灾害的一个严重的管线不可能说10公分不可能应该不是照他们图纸所呈现的，是埋在50公分的位置。 因为我们这个工程是刨石、铺石的工程，刨路它刨几公分？10公分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规定，将处新台币3至30万元罚款，后续将移送相关过失行为人至地检署侦办。 针对道路铲除工程火灾死亡的意外，劳检处认为，施工单位无事先确认地下代谢物的状况，已经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规定，后续会将过失行为人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另外，也将对相关监督单位进行调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